续来到日月潭偷畲活盆地，嘛因为连续天上大雨，严重来淹水，淹到有1公尺悬。除了来伤到菜瓜甲敏豆啊之外，金针花嘛损失3成以上。这农民看天食饭，真无奈。落几个天大雨，日月潭偷畲活盆地淹水淹到严重，尤其是当地出名的金针花田，农友讲损失超过3成。昨天淹水哈，你看这边有一些水痕哈，它淹到这么高来啊。一般的大一点哈，就差不多120、150、200，在整个金针花就都泡在水里了。偷畲活盆地土质非常的特别，含水量超过50%以上，是属于国际级的泥炭土。因为长期靠旱的关系，这款特有的地质会慢慢的消失。你如果让它没有水呢，它会干燥，然后如果接触阳光，它会分解光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是建立一个海绵湖盆的一个最好的地方。但是呢，我们都用我们这边呢，就一般的方法都是错误的哈，就是说觉得这个泥滩土湖盆太软了，所以有机会填土呢，就尽量填。退休的教授长期伫这个所在进行调查，保护活盆地地质。虽然讲天然灾害无法避免，希望当地居民爱共同维护这块土地。